李卓堅校長、林大替副校長、IE核心團隊成員和同學們，歡迎大家來臨澳門浸信中學。澳門浸信中學於1955年9月3日成立，為配合社會需要，幼兒園及小學部於同年開始教學。我哋現時有中小幼3個學部，67個教學班，學生近2100人，教職員280餘人。2014年，本校擴建工程竣工，全校總面積增加至14000多平方公尺。我校擁有近30萬平方英尺嘅可用空間，包括63間教室、30間多功能室、9間辦公室、1個禮堂、1個室內操場同埋1個體育館。呢度係我哋嘅體育館，畢業典禮同埋學校活動都喺呢度舉行。有時學生都會喺呢度上體育堂。而家你可以見到學生們正喺度分組練習排球技巧，對佢哋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學習團隊精神嘅好機會。呢個體育館亦都作為社區嘅康樂設施向公眾開放。呢度係我哋嘅幼稚園，過去5年平均超過1000名兒童報名申請入學幼兒班。我哋嘅幼稚園採用蒙特梭利教學法嘅原則，有一系列嘅蒙特梭利工具讓學生練習。新校區設施新型，教學設備齊全，環境舒適。呢度係我哋學校嘅操場，矗立着國旗同埋區旗，地方非常寬敞，唔同班級嘅學生可以同時上體育堂。呢度係小學部嘅課室，寓教於樂同埋創新教學係小學部嘅目標。我哋利用多媒體，將傳統嘅教學方法轉變為更具創造性嘅教學方式。我哋都同澳門青年交響樂團協會合作，為小學1年級至6年級嘅學生開設小提琴同埋大提琴課程。佢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樂器，每週進行2次有系統嘅音樂訓練。視覺藝術室喺數年前經過重建同埋裝修，佢係培養學生藝術技能嘅地方。陶藝室係學生選修課程嘅絕佳地點，學生可以發揮自己嘅創造力嚟製造陶藝作品。團契室係團契嘅場所，老師同學生都可以嚟呢度聚會，增進友誼，學習聖經。我哋會喺星期5下晝定期為學生提供團契活動。學生可以喺小息期間到圖書館上網同埋睇書，有一部分老師仲會帶學生喺圖書館進行默讀，有時佢都係讀書活動嘅場所，學生可以喺呢度吸收唔同嘅知識。前2年，4樓新嘅教員室已建成，改善咗小學教師嘅工作環境同埋空間。學生們正喺5樓新建嘅舞蹈室練習舞。多年嚟，學校舞蹈團喺各項比賽中屢獲佳績，佢哋為每場比賽付出咗巨大嘅努力。我哋中學部採用多元智能嘅教學方式，作為校園課程嘅一部分，我哋開設咗天文學、英語、機械技術、綜合設計、戲劇等選修課，讓學生喺課堂之外獲得知識，並豐富校園生活。
呢度係機械人室，由於我哋嘅課程中採用專題式學習，學生可以喺課堂上進行實驗，學生有機會將所學嘅知識運用到實踐中，透過專題式學習展現自己嘅才能。學生喺機械人領域嘅各類競賽中屢獲佳績。新生物實驗室係專為 STEM 教育而設嘅實驗室，而家學生們都專心咁學習緊 STEM 課程。今年我哋將建立科學學會，科學學會將會展開一系列培訓項目，激發更多學生對科學嘅興趣。呢度係一個多功能空間，幼稚園嘅同學們每日朝早都會喺度做早操。呢度有遊樂設施，供小朋友餘下時遊樂。呢個時候，我哋音樂班嘅學生正喺度表演緊，歡迎大家參觀澳門浸信中學。拜拜。